讲讲台语，台语讲百讲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。今仔日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加头毛讲台语。人讲啊，人食庄不食羹啊。咱若是希望行伫路面啊，会当水阁有气质，烟头阁飘撇，安尼啊，就爱打扮。啊，那伫打扮内底啊，头鬃就是真重要的一部分啦。因为咱台湾对学生囡仔捌有发禁，规定真济啊，互大家学生囡仔看起来生做拢差不多，拢怂怂啊。但即马发禁已经解除咯，大家加头毛的时就加真自由咯。那安尼啊，咱去剃头店、理发厅加头毛的时，会用到什么款的对话呢？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啊，咱特别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相关的句型。大家人啊，对头毛型的要求无同，有真侪人其实去理发店啊，只是感觉伊的头毛伤长，想要加较短一寡，无讲啊一定爱安怎适度啦。这时啊，咱会当直接甲理发师讲，啊，你着照原本安尼加较短的就好。嘛有的人啊，去理发店，伊干那要加遮眉啊，就是华语讲的剪刘海安尼尔啦，互莫插着目睭，无要震动其他所在的头毛。那安尼啊，咱共款就咱甲理发师讲啊，麻烦甲我的遮眉照原底的型，小可修较短一寡就好。安尼啊，咱伫剃头毛了后，就会当继续保持原本的头毛型咯。但是有当时啊，咱嘛会想要改变咱的形象啦，也是讲啊，咱有特别的场合需要特别来打扮。安尼啊，咱会当甲设计师讲，请教因什么款的头毛型适合咱。亲像讲啊，咱会当讲，我永暗要上台表演，麻烦你替我适度一下。啊，若是啊，咱家己已经有想要爱的造型，也会当直接甲理发师讲哦，像讲啊，我想要爱空气遮眉，你看安怎修较好？啊，若是有啥物特别的要求，也会当直接甲理发师讲哦。像讲啊，麻烦你甲我两边的头毛捋起嚟，留长的就好。安尼啊，理发师就会当按照咱的需求，加出适合咱的头毛型咯。复习，你着照原本安尼加较短的就好。麻烦甲我的遮眉照原底的型，小可修较短一寡就好。我永暗要上台表演，麻烦你去替我适度一下。我想要爱什么款的头毛型，你看安怎修较好？麻烦你甲我两边的头毛捋起嚟，留长的就好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！加头毛用台语，是毋是感觉有较拍咧？有机会去整理头鬃的时啊，一定爱试看卖哦。今仔日咱的百讲讲台语就讲到遐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